再来看台中有一个查甫人，伊正爱去靶场练枪，也毋过伊偷摕靶场提供的枪支，佮伫网络买枪来改，互警方发现，去伊的厝里挑找哦，嘛找到枪架、枪支，鉴定嘛认为有杀伤力，所以嘛甲这个查甫人移送法办。豪迈射击刺枪，30岁私生犯嫌，平常时真爱射靶，拢会去转台各地合法的靶场刺枪，而且将影片抛上网，引起了台中警方的注意。是有做兴趣吗？还是人家帮人家请你用的？就网络买。警方来到西南，伫咧台里区的民体宿舍，当场查到一支空气弹枪、2支模拟枪，意图要来改造。另外，还佫发现伊前往家己某靶场射靶了后，还佫将还未射击的2粒霰弹枪的枪支私藏炸出来，送刑事警察局鉴定，确认有杀伤力，专案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法办。将该靶场未射击的霰弹枪子弹2颗私藏后持有。警方查获后，经检察官调查后，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提起公诉。射击完之后，我们当天要多少弹打的弹壳都要缴，他剩下没有打的弹也是要缴回来，都会去做记录。射击专家表示，经机型使用的枪支拢有杀伤力。以台中市为例，每一个靶场拢采取会员制，名单做测在案，容易掌握，而且进出靶场领枪支拢有严格的管制，才当避免这款的状况发生。记者台中报道。